台湾乌叶奶子进入最后的产季，其中新竹市今年受到气候影响，这乌叶奶子产量是大减，甲去年来比呢，产量只剩1成到2成尔。农会也指出讲，今年因为这奶子的开花期当着落雨，加上这去年底天气伤过热，才造成今年新竹的这乌叶奶子产量受影响。原本应该是生满奶子的树啊，即马却剩无几粒。受天气影响，今年北部地区上尾乌叶奶子的生产地区新竹市产量对10万台斤减到2万台斤，只剩去年1成到2成。今年因为天气的因素它的寒冷的时间不够啊，所以讲咱今年的开花这种的成绩足歹哦，所以讲今年的开花大概敢若有1成的左右尔。农会讲，今年因为产量大减，价销1斤会起到差不多120块。农会为了提升防治虫害，佮利用农业试验所发明的科技来防止地头虫对奶子的伤害，减少损失。奶子咱迄地头甲剥开内底有一个碎甲，迄白色的迄虫，迄就是地头虫的幼虫。迄是最主要、荔枝最主要的危害的害虫了哈，所以我们以前都是用就是喷药的方式来做防治。那今年我们特别从凤山试验所他们的专利引进就是我们夜间灯光来防治这个荔枝细蛾。农民指出，夜间防治技术对地头虫的防治真有帮助，不过1公顷的建制成本要15万。农民希望政府会当补助。这个电费部分是对讲坦白是对农民一个较重的负担嘛但是对所有咱大众来饮食的安全来讲是足好的帮助佮减少咱农药的使用量。我们已经有收到荔枝农民有装设夜间绿光防治技术的需求，我们需要盘点面积及评估经费，再来研议补助办理的可行性。乌叶奶子甲药荷包无同，真有古早味，籽较大粒，食起来甜甜，佮有料仔酸味。新竹乌叶奶子是全台乌叶奶子上尾收成的所在。新竹奶子农希望透过这项技术，减少地头虫，卖当减少除农药，提升食的安全。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